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南韩职业棒球啦啦队的成员李祖银，凭着三振的舞蹈唱红，有风声讲伊明年可能会来台湾发展，这是互韩国的球迷真无欢喜，嘛来使性地咯。痛骂讲台湾是插拉国家，用钱来抢因的啦啦队，佮发起着抵制活动，讲不爱啉珍珠奶茶，嘛不爱来台湾佚佗咯。 来自韩国的加油队团员伫咧球场热情跳舞，互球迷看甲是有够欢喜。这是今年1月起亚后加油队伫咧大巨蛋表演的画片，其中李祖银因为跳三线舞，总唱甲抓袂调，即马嘛传出因明年要来台湾发展。 消息一日出来，韩国球迷煞真无欢喜，因为伫咧韩国的讨论网站，有人伫咧叫李祖银明年要去乐天，佮讲李祖银也无讲真后跳去国外敢有发展，佮有韩国的网友口说，是台湾加油队水准歹，才互韩国加油队队员拢有台湾情怀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德辉。 毕竟学者李德辉便何律离开起亚后转战台湾，名声对立头，将做球团加油队的话题人物，嘛互韩国球迷骂台湾是插啦用钱抢引的加油队，讲要来拒绝啉恁的珍珠golden茶，佮拒绝来台湾旅游。这是韩国応援团对台湾球迷来讲已经无啥，不过球团嘛是正迷乱伫咧找人才，希望票房会当抢滚。那啦啦队的这个周边产值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，所以看到这个韩国不断这个输出所谓的啦啦队来到台湾，其实也不外乎也是增加一个这个收入的来源。所以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说，未来还会有各国的甚至是更多的所谓的啦啦队。如果觉得台湾这个市场是可以养得起这些外籍的啦啦队的话，还会有更多的啦啦队加入台湾市场。李祖银今日来台湾，都也未加你联络咧，不过敢若一点风声，就互韩国球迷讨论甲来支持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